乡亲啊，这个新冠疫情的期间，只要听到有人咳嗽，都会怀疑可能是确诊，或者是确诊后的后遗症。不过台北市卫生局特别来提醒，若是一日扫超过2礼拜，而且体重来减轻，佮出现着发烧等等的症头，都要提高警觉，嘛真有可能是感染着结核病，也就是肺疨。疾管署上新的资料。 去年，全台湾有6482个患者去挖着肺疨，有468个人死亡，其中65岁以上者占60%。所以台北市卫生局今年要扩大族群，要免费来做体检。 民众咳嗽稍稍未停，拢会抓准讲是确诊或者是中性冠。不过医师提醒，若是出现慢性咳嗽，一直拢医未好，都有可能是得着肺疨。大部分的病人都会有慢性咳嗽的问题，慢性咳嗽是一个它很重要的表现。那其他的就是包括一些食欲不振、体重下降。 或是说他常常会有一点轻微的发烧，现在有一些慢性疾病的病人族群也是属于免疫力比较低下的这样子的一个群体那我们要特别小心在这些群体里面。肺疨是透过吹暖泡空气传染，并夹起来常在看到镜头，包括扫超过2礼拜、发烧等等。2020年全国拢总6482例感染，468人死亡，其中65岁以上都占60%。比较低下的高危险族群所做的潜伏结合 筛检有发现潜伏结合的状态，当然是建议可以接受潜伏结合治疗，可以让以后真正变成肺结核发病的这样的比例大幅降低。台北市卫生局扩大肺疨免费体检的对象，包括慢性巴多膜细血患者、60岁以上有慢性肺脱病、长期照护机构住民等等，会当来到台北市这间病院做肺疨免费体检。就算肺疨经过治疗了后，会当完全好利理，也毋过治疗也是较需预防。 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